来看花莲庄下晡落大水后，水泵山造成苏花公路佮铁路中断哦。公路总局佮代替透明抢修，伫昨暗7点外抢通路。今仔早起恢复东干线的通车，苏花公路是继续维持管制开放。 车经过苏花公路中截段了后，向北到惠德磅空北边口拢有路桥崩塌，为162.9公里到164.5公里，四个人看到大量土石为山壁冲落来。工程人员已经清出单线道路，车经过时阵是真危险。162.9在昨天晚上我们就已经全部都清理完毕。163.9的部分目前还在清除，但是可以维持双向通行。那164.5这边目前还是单线双向。 那我们已经加派机具跟那个卡车，目前在清运土方，在加速清理中。那预计是在明天下午5点，我们可以有望开放那个双向跟夜间通行。为赶在开放时间上报，早起6点外，真侪车拢赶紧通过在海路段。8点了后，各管制要到中昼12点才会开放。无通过民众拢真无奈。现在过不去怎么办？都等啊，等时间啊，还好。那像苏花公路每次遇大雨就瘫啊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麻烦？天灾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，麻烦啊，对。 代替实际早起6点抢通东干线，真侪人拢去花莲火车头坐火车上北，自强号也开放客票。该中段路线经相关单位派员抢修，于6点05分办理路线试运转，相关路线电车线及电力设备测试结果良好，即时起准予启用。我每趟车开放站票的部分，大概增加120个车位。 大概会提升2成的运量。姚路溪反应站已经订南回线车票，想要转坐高铁上北，即马想要退南回线车票，该坐北回线煞必收2成手续费。2成的手续费合理吗？就我们是希望说赶快回到台北，因为也有工作上的需求，对，所以就没关系。对退票问题，代替表示有建议对民众上公平方式。不过苏花公路甲北回线中截段，伫0403地震了后，拄着大雨的崩塌，已经对旅客造成未细心理压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